11节的感动时刻，今天小旅行的单元继续带您在嘉义探访的是客家诗的魅力。中埔客家诗鼓团6个村的村民齐心合力成立的，他们苦练客家传统，每到了庆典一定可以看到客家诗的身影。锣鼓声震天作响，跟着节奏，客家舞狮登场了。嘉义唯一的客家诗团中埔客家诗鼓团，居民齐心合力，苦练很久，就是希望发扬客家传统。结合戏剧、武术、舞蹈还有音乐的客家诗，生动有趣。而舞弄狮头的人得要长时间扎马步表演，得经过一番训练。另外，单手舞弄客家诗也是一门功夫。因为我们本身是单手操作，我们是一个梗在那边横梗，那我们这个是开口可以发出奇特的声响，所以说在打弄当中呢，它会很威严、很威武。客家诗跟闽南诗不同，客家诗的诗头四四方方，嘴巴可以随意开合，所以又叫做四方诗。而头上的八卦则代表趋吉避凶。那老祖先早期的客家诗是用木头重都会差不多将近20-30公斤，也就是现在用纸做的，所以说比较轻，不过比较轻当中也变成烈。客家诗摇草席的4个角，象征祈求四季平安。而舞狮也很灵活，连咬钱币这个高难度的动作都能够轻易上手。以前过年过节、节庆婚宴，客家舞狮就会上阵，老人家也会教小朋友舞狮。而现在游客可以来参观，还能够体验感受客家诗带来的好运。当年会有客家舞狮，是因为民众为了保卫家园而修习武术，锻炼体魄。随着时代的进步，客家诗变成吉祥好运的代表。掌声一下！要让客家妇女也能够走出户外，有参与感，中埔也有客家舞蹈班，让社区妈妈学唱客家歌谣，练习跳客家舞。每个动作不马虎，中埔6个村的村民团结一心，只要有活动，客家诗、客家舞蹈就会出动，让客家传统也能够再加以发光。锣鼓喧天迎狮鼓，开方口取四季平安，顶八卦求趋吉避凶，单手舞狮威震客庄，代代传承文化底蕴，留存感动时刻。